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嗱，今日就星期一啦，咁啊今晚賽事比較少啲嘅，嗱我揀咗兩場俾大家參考一下，一隊就英超嘅愛華頓對住列斯聯，一隊就英冠嘅諾域治對住高雲地利。嗱咁英超一場波愛華頓主場對住列斯聯，列斯聯近況就一般般。咁愛華頓呢就應該要攞啲分噶啦嚇，主場咁0嘅指數，咁今晚我鍾意愛華頓件波衫嚇。另外呢，仲有英冠嘅諾域治對住高雲地利，諾域治呢就排榜尾嘅，高雲地利呢就排榜首嘅。通常呢啲高雲地利榜頭對住榜尾客場。只係少少嘅讓步0.25都係有啲蠱惑噶啦。何況呢就諾域治呢近10場從未輸過俾高雲地利嘅，所以今晚我鍾意諾域治件波衫希望幫到大家。鍾意個頻道呢就點讚分享下。鍾意精選嘅波衫就留言畀我。今晚就係咁先，聽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，好，拜拜。